再来看过去8天哦，咱台湾计共发生84件长期照顾者杀人的案件。新众团体嘛抗议，因要求讲应该赶紧来修正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法。今仔日立法院嘛审查各党团提出的4种的版本。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，行政院的版本已经会做最后的修改咯。草案会来回应新众团体的诉求，按算12月底会送立法院审查。 伫最近身障者和照顾的人抬死、断失现状这款代志，就身障团体最早伫咧行政院大门头前定前抗议，要求全面检视18年无大幅度修正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。有立委讲，最近有一位渐冻人去一间有名的餐厅食饭，嫌者以电动代步车占位加收费用引起议论，也互大家看到身障者用餐甲无障碍空间不够的问题。因为他的轮椅比较占空间，所以要2个位置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妥的。 好，这个是违反，所以看起来这件事这是违反我们生权法的规定。有立委讲，科技一直伫咧进步，逐步互身障者生活更加方便。进前身障政策拢是以工作者甲出来人角度出发，无尊重身障者实际需求，建议强化自立生活机制，增加个人助理服务的时数，简化申请的流程。他说我们的障碍是24小时跟着他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申请到的个人助理的时数，却是只能非常短暂。这些申请的程序的简化啦，是还有资源怎么让它合用啦，在我们的授权办法里面，我们可以来处理。 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推出白新身障权法，验过4个版本拢是党团版本。卫生部长徐宗良强调，行政院版本审查已经即要结束，上紧12月底会送立法院审议。修法的重点包括做到通用设计、强化自立生活、身障机构管理等4大重点，对不当对待也有相关的法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